啦，比金黄金的结婚都发成5分，但是讲这道理是安尼，有够好，会当互人即就这个法，会当互人超实这法律的。但是好有种心，好在有一个怀疑，怀疑什么呀？这个种心听着你如来你讲的言说当句，你讲的道理，甲结成一个照顾。这个咱好的道理，甲会当生出着真实的信心。哦，这是苏摩地这部分。回来讲回答，我苏摩地目的是说，所以你个啥子讲是咯？这样讲，我愿500回，有期界是我家无数种子，无数种5年生4千1无限。然后，分别500回，我只要讲我第500是说道经第5世。啊，分别500回就是咱真正的时代。分别500回有期界是我家这4句的作用来，因为咱这个一份代表。咱大家会当期待，咱这个是期待，是电话会，咁就呢，好，你过去那里不搞，北关西界啊，还有什么流氓汤啊，还有什么滴滴扣扣一大堆啊，分到袂使摸年纪啊，袂使电头毛啊，你袂使分大船啊，袂使穿鞋啊嘛，好，咁做个规矩，恁进啊，恁存迄门床拿伊哩sin。你就按照佛教当时不能要求，达到个结结，达到个结结，咱袂使去讲人，我讲听条，大人拢袂使陪，咱去听条，你是我咯。当时要求不能北关世界，这个要求袂使食好哦，食这食简单咯。所以你可以上对比较，这就是修身无困难，但是咱起码就是修我界、膝盖，好。得言广就这么来，互人好好修的。膝盖人地发挥，这叫做修慧。修福者这个好比相修，无处将无灵心信心依处得意，分别500回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啥？就是恁今年在这点。这个人安怎有今日这么好过？因为不都有讲哦，伊那个讲当地之人，不1分2分3、4、5分。以情成因，以无量分，所证出成因。分得以上道了，当地事情，说无定，你会当去困难。讲当地事情啦，哦，你会当去困难。不1分、2分、3、4、5分，以情成因。这人已经有用功过无社会的，用功听无？就是泰国啦，回小人惊了过哦，你摕点用功可以啦。他们迄个回上来，家己啊，其实你嘛是啊，你甲上用啦。好，布施用用不啦，跟讲起来你就是虚空的，因为你已经有用用过无些不啦，1分、2分、3、4、5分，几乎千万无用你有用用过，你拢有用，你唔是凭空而来，你唔是天顶挂的一个物质，咱只唔见啥看见。咱来思考，是什么宗教？你布施，你是哪？你布施，这个咱就感觉亲切，但是亲切是对哦，但是咱做这嘛是不简单哦，但是安尼，这嘛真好代志，这唔是歹代志，但是恁来，这拢恁过去，恁过去若有施福过，恁过去若有做这代志过，恁这世要无所谓。既然这个情况嘛，更加不好啦，无可能。那这个情况就不好。这个要进去多年，多年噻。你叫你直接改变你的来，你这天天叫你来规则在规则，这个多快多呢？你讲哪样？你这快多呢？如果你当同样的啦，这个情况，我请你，高前有你情况会员，叫会员，有你情况会员。上我作地的吼，那这个爱无啦，我会去家里啦。上我这是啥子是无？一个吼，小姐小姐就会做来听啦吼。一年好情一年就是好，有好为无？这个情况是啥代志？咱嘛好来。
这是阿重心本身的经验。但是咧，其实进入模式无人要会，毋是伊个会，因为伊个服务唔够。咱今日就是过去，我想讲的，今天咱来讲起来，我人作者，人咧做些事，咱是从环境作些这是本来是，唔过你咧知影，这过去咱都有社会工作，但是你社会工作毛病较少，啊，这样说，啊，你能讲我，